我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，我还是认为交流比断流好，对话比对抗好，友善比仇恨好。我主张两岸交流要基于5个互相，也就是互相认识、互相了解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合作，还有互相谅解。展望未来，台北与上海将继续为两岸人民和平相处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努力。我也呼吁大家共同促成两岸有意义的对话，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。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，同根同源，同文同种。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，血脉相连，骨肉天亲。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，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台胞台企在沪发展。我们也期待呢两地我们携手努力，合谱双城合作的新篇章，同创美好生活新未来，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